阵吼，就住伫干道淡水迄搭，逐工吼为窗仔看出来，对面就是遮八里。台湾虽然讲四面拢宽海，毋过逐位的海岸吼，迄景致应该拢无啥共款。所以吼，即抓我就想讲，为八里遮出发，咱做伙来去看西北边的海岸，逐位的风景吼，到底有啥物无同？行。我即马伫八里国小遮，等下吼要坐公车去八里的焚化炉，今日甲一个课长有约，咱去遐看卖咧。我就是有甲你约好，我是台南妹啊。哦，欢迎你来阮家吼。嘿，因为我一入来看，发现讲，恁家足大的咧。是。系啊，因为我会做好先讲，咱日常生活产生出来粪扫，迄到底是安怎处理？咱新北市所有粪扫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再来阮家处理。哦，我看到做侪迄个粪扫车走入来啊。我等下来带你来看咱粪扫，再来咱家安怎处理。好。不过要入阮家参观进前，爱先戴安全帽，听我的指挥，袂使黑白走哦。好。规个迄个园区足大片。足大。哦。是啊。哦，粪扫车拢伫遮。是，遮就是咱要叫粪扫的所在。咱的车伫咱的厝内，甲咱的粪扫载来遮之后，就是来遮倒粪扫。你讲遮咧倒粪扫，哪会拢无啥物粪扫的味？拢无粪扫味吼。系啊。其实这是甲咱市民有关系。嘿。咱伫厝的是倒粪扫，是毋是要甲厨余回收拢分开？嘿，对。遮就是厨余，搭回收以外，倒粪扫倒来遮，表示咱新北市市民吼，咱回收做甲最好，厨余拢有分类分甲最好。所以就是讲，咱民众若有甲分类做好势，都无臭味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。哦，我甲我想的真正完全拢无共。哦，无共款吼。逐工拢爱遮济台安尼排队哦。是啊，这个时间拄粪扫车入来上济时间，所以这个时间较济。一般一工内底有3个时间，就透早早超10点，下晡超2点至4点，暗时超8点至9点这个时间，粪扫车入来上济，伊拢配合咱新北市民的生活，迄个配合迄个时间在来，所以咱会穿得对收粪扫是足辛苦。嘿，就是讲时间其实嘛是甲咱大家人的生活是有关系。是，所以咱的市民爱配合咱政府，配合咱穿得对，你看咱粪扫才有法度好好处理。哦，哇，安尼真正分类足重要。是，非常重要。哇。这风景真正足水的咧。是，咱即马看这就是台北港。台北港就是咱淡水河出来口的倒边。所以阮八里叫做左岸，巴黎左岸。哦，我知影。我逐天上班，阮的人就是看这个风景。哇，恁逐工拢爱来遮上班哦。是啊，阮遮逐工24小时拢有人伫遮上班。哦，是因为粪扫一直在处理的。是啊，咱的粪扫一直咧倒啊，阮无可能你倒来我就处理完啊，所以咱等下来带你来看遐安怎处理粪扫。这就是阮的吊车控制室，拄啊粪扫看伊倒落，就是伫遮爱入起来处理。头前就是咱放粪扫，拄啊倒粪扫的所在。哦，真清嘞！是啊，这个放粪扫的所在，阮叫做垃圾除坑。
哇，那会下大诶！这个粪扫吼，是咱像新北市160万人的粪扫拢倒来吃。哇！我同时啊，伫厝刚才会看到家己的一包粪扫，我头一摆看到全部的人的粪扫呢，这么多。是。啊，迄吊车就是咧。咱知影粪扫拄啊倒来了后，伫遮就是甲粪扫夹喺边啊，过来就是摕烧。咱主要知影烧的好处，就是会使甲体积减细，重量减轻。上大佫一个好处，咱烧粪扫佫会使发电。哦，烧了会当发电哦。是，这是足重要的。你看咱即摆咱这粪扫，你甲看吼，这粪扫目前这的数量差不多有8000吨。无法度想象的，哎呀，差不多会使互阮这个焚化厂差不多1礼拜的用量。哦，哇，大哥，我看你那嘛是咧目睭做好的咧，哎呀，这足亲民的。哦，我原本想讲应该是足侪人拢咧拿这个粪扫弹入去，因为这粪扫遮侪，结果原来敢若一个大遐伊咧处理哦。是啊，伊一个人就爱甲咱新北市超160万人的粪扫来遮倒了，伊一个人就会使控制遮的粪扫，甲夹喺边仔先藏者。哇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哇，哦，哇。这就是阮的中央控制室吼，所有现场的机械拢伫遮控制。看起来做迄个高科技的感觉呢。是是是。安尼我今日参观落来，发现讲，其实甲我一开始对焚化炉印象差足侪呢。是是。控制室伫做的事嘛是安尼，啊，因为阮做了真好，附近的民众嘛有认同啊，所以即摆阮同事内底足多拢是在地人。哦，变做讲嘛是增加迄个上班的机会了。是啊，增加上班的机会以外，伊来遮上班，厝的人嘛知影即个环境啊，大家就放心啊。哦。哇，这大片的海！哇，总算看到海啊！即马离海足近的呢。哇！哦，看到海吼，心情就足开快的。大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有咩代志？你咧无用啥物啊？我看你伫咧看海边啊。捡石头啊？你咧捡石头？对啊。怎啊有啥物石头通捡的？鸭石啊，嘛有看到人捡安尼啊。哈，有看到哦。有啊。啊，你徛遮远，你看会清楚哦。你定看有啦。像迄拄啊捡着啊，准那个石啥有诶无安尼啊？我较惊。哦。啊，像一些贝壳、一些生痕呐。好。对。所以你对这片海就是足熟的了，对啊。主持人家算大汉的啊。虽然人家种田啊，啊，较大汉人家无田种啊，啊，就石头好算的。但是你讲种田是伫这个所在吗？对。遮早有田。有，你看遐是沙坡，去有木麻树啊，有纳豆树啊，拢有啊。现在拢沙坡，搁在看高咧。按是安怎即摆海离即摆遮近？因为你遐拄讲搁有树啊，应该海搁较远对无？有啊，石门水做了后，伊霜冻掉的，所以刷无落海。哦。啊，所以刷无落海了后，就一侵蚀，还有一侵蚀的，就刷无去。就倒出来，愈来愈往旁边来，愈食愈深来安尼啊。做歹想象的咧，遮以前是沙坡。对啊。哇。哦，你看无？嘿。贝壳化石啊。因为石顶啊，我白点无。嘿。那是螺啊。螺啊，化石里遐。还没变石头之前，我们应该伫咧生成过痕迹哦，生物痕迹化石啊。哦。哇，我唔知影原来海边仔的石头有遮济迄个地形于内底。对啊。哦，你看，台北港啊，十几年起的啊，还有火力发电的基地啊，伊焚化炉啊，嘛十几年起的安尼啊。哦，我较早就是为焚化炉遐过来的呢。哦，是哦。嘿。啊，咱以前住伫焚化炉后山啊。啊，恁以前是住伫迄边的山哦。对啊，就是买进修了，再搬遮起厝住在遮安尼啊。安尼即马焚化炉对遮当地人敢有啥物影响？焚化炉。嘿。早期迄起的时阵，起无好的时阵吼，是足臭的啦。啊，水嘛有袂流啦。啊，尾啊，我当然伊甲影响着，阮就去喂啊，去讲伊啊。啊，尾啊，哪做起好了，尾啦，
应用是有限啊啦。对对，就是讲技术有咧进步，所以遮的迄个影响就较少啊。当然啦，有用心做无用心做安尼啦。好好好好。啊，哇，伫遮看海吼，其实会互我想到我的故乡呢。你讲倒位啊？我是安平人啊。安平哦。嘿啊，我甲你共款，阮是看海大汉的啦。我海外来去去，好天歹天，应天应路，嘿，嘛是安尼，你是不是较快乐安尼啦？较袂讲安较计较安尼啦。嘿。今日吼，其实我有约一个当地的大兄，想要请伊带我去迄个观音附近的海边啊，行行的。人咧，李长，妹啊，你哪会知啊？足好找吼。嘿啊，你哪知影我是妹啊啦？啊，你遐少年哦，叫你妹啊。好，我即摆带你去早郊区，好，阮大潭呢。我就是想要来遮海边啊看卖咧。足有名的呢，全台湾有名的早郊区哦。我会当坐坐吗？会啊，你坐啊。来，我载你去。好，行，一上。哇，够好爽的。哇，对你长坐这种车有一种迄种春风少年兄的感觉咯。你即摆讲话在风足头的听无啊？真正，我紧我紧。啊，像咱这边遮要去海边啊，那拢是迄个工业区。较早这地拢是阮大潭的啦。啊，即摆征收啊。头前迄间较早是高银化学公司。哦。啊，高银化学公司是核污染。核污染就是重金属污染。哦。重金属污染哦，后面哦政府就征收台电当电厂这样，所以塞到遮你嘛真正迄个哦气味就无共款呐，就臭的哦，迄空气的味。啊，这边是环科，这边是粪扫场的烧垃圾的。哦，啊这环科迄空气的味拢无共的。这空气足歹的，因为这是全台湾哦上垃圾的物件拢伫阮大潭在处理，即摆有较好啊哦。无较早拢热臭咧，啊！你看着迄边是台电，亚洲上界大的发电厂啊。哦，发电厂嘛，伫遮。发电厂嘛，伫遮台电呢。这厂啊，较早拢是叫做防风林啊。哦。遮原本拢规片的。规片，这规片较早拢是防风林。哦。这拢做来做工程，这拢是做阮中油的，甲台电的。够啊，好紧就够啊，就是遮哦。是啊，海边啊。你毋是讲要看藻礁？藻礁是啊，这藻礁一个大潮，你看袂到啊。哈，今日你无看到海草大？你看袂到，因为这马在涨潮啊。哇，我无想到讲遮起来是这种景色呢。在海边啊，这种算早郊区的。啊，这马这早郊区有分啊，G1、G2、G3，这边拢是算中游的资产啊，这马这所以这边就是有人咧开始咧做工课的所在。是，你这马要入来，拢有管制啊，袂使凊彩入来。哦，真正海边啊，风足透诶！看这沙啊，这马种塑胶物件足侪玻璃的吼，起来拢也穿鞋啊吼，较早拢免啊。哦，恁较早拢赤脚入来。是哦。即马袂使入啊，危险啊。你话这头前人即马捡垃圾。真正咧。捡袂完啦。海漂的垃圾足侪。这是为海来的粪扫。为海来对。哦。啊，以早这个海花是生什么鱼？你敢会记的？这小时候哦，在海岸线哦，海岸线没退缩这么多，都是往前移，因为现在海岸线可能是工业污染，还有我们的气温升高，所以海岸线退缩很多了。哦，安尼恁当地人咧看这个海的这种改变，你的心情应该嘛会足受到影响的。即马伊呐吼，嘛来遮吼，甲阮较早看拢无共款啦。早假期
安怎因拢唔知啊。因拢无算无啊，我小时候在海边，整片都是绿色的，像地毯一样。真的，全部是彩色的哦。它海草会长这么高，那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现在都破坏掉。小时候来这边海边哈，都是很高兴的。那现在来这海边会觉得心情很沉重，这些心痛哦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记忆来回忆以前的事情了。哦，所以其实讲，像咱人类的开发的发展，对这个环境造成的影响，嘛，其实对当地的人，恁的迄种基地的足大的破坏了。破坏非常大。